各位乡亲、早，欢迎收看今日新的5月7日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开始来关心教宗本节国过身了后，谁人要来接教宗？上新的消息是，罗马天主教教宗的选举第一轮投票已经结束啊，不过并无结果。西斯廷教堂的演堂是庆祝乌恩，显示新的教宗也未选出来，但若有选出来，演堂就会庆白恩。 几落班的信徒伫咧圣彼得空场，注意看西斯廷教堂的演堂。教宗选举第一轮青菜是乌恩。After a surprisingly long wait, we finally had black smoke coming from the chimney above the Sistine Chapel after 9 o'clock at night this evening in Rome. That means that no new pope has been elected. After the first round, apparently there was no one person who got the 89 votes needed to become pope. 大家要有耐心，这边自秘密会议开始3点多钟了才看到演，比2013年教宗选举加1点钟。 Speravamo nella fumata bianca, però insomma aspetteremo domani probabilmente. I've never seen St. Peter's so crowded. Now we can all go to bed, have a good night rest, and come back tomorrow. 教宗选举第一天只会伫咧尾暗进行一轮投票，第二天开始会伫咧早起下昼分别进行2遍投票，一天上最4遍。有一寡司机主教伫咧投票前讲，希望初8或者是初9进前会当选出新教宗，来代表教会伫咧拄到意见无同时阵，也是让保持团结。 这边选教宗是要对年纪无到80岁133位司机主教内面选出来，当选人就要摕到2/3的票数。根据往例，第一轮就选出教宗的机会无大，不过这几年来大部分的选举过程拢未拖伤久。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到底谁要来做后一任的教宗，领导全世界14亿个天主教徒？这场教会内部的选举嘛，正做全世界的焦点。有谁有机会会当出线？咱做回来了解。 教宗方济各过身了后，宗座出缺已经超过2礼拜。校庭的133位初期主教伫台湾时间初7暗时召开秘密会议，选出罗马天主教会第267任教宗，其中一侪人过去因讲唔捌见过面，所以伫投票候选进前已经先开10几摆会议，来深入了解互相对未来教会环境。政治甲道德议题是这初期主教中间上界主要看法无同的所在。自由派倾向更加接纳同性婚姻，为难民讲话；保守派是希望坚守教会 传统的礼仪甲道德的价值，照顾大家信众留条咧。也拄过身的教宗方济各，普遍被看作是自由派领袖人物。搁在前一任的本道16世是有真强的保守色彩。另外，地理分布也是一个观测重点。这摆在投票的初期主教内底，欧洲人敢若占53席，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有62席。最详细上悬的人选是意大利的帕洛林初期主教，伊即阵担任梵蒂冈教廷的国务院长，捌代表圣座出席真侪国际场合，外交历练真丰富。被看这是教廷的第2号人物，伊的立场并无明显偏向保守，也是自由的派系。Il pastore che il Signore ha donato al suo popolo, Papa Francesco, ha terminato la sua vita terrena e ci ha lasciati. 另外，一位主皮初期主教上款是出身意大利，被看作是自由派大将。捌担任特使出访乌克兰，是不是获得争取到保守派支持也有疑问。Voglio dire, quando io ho iniziato sulle vittime e sulla richiesta di perdono, penso che Papa Francesco l'ha fatto in una maniera, direi, così esemplare. 欧洲保守派热门人选是来自匈牙利的埃尔德初期主教，伊有神学甲化学博士学位，是教廷律法专家，不過對信眾較欠缺親和力。 Ennek a szeretetnek a megvalósítását kívánom mindannyiunknak. Feltámadt Krisztus, Alleluja! 也来自非洲加拉维图克森，甲来自菲律宾的塔格莱，是分別被看做非洲甲亞洲當選教宗的希望。You know, being a small minority doesn't mean the church is dead. We believe that Jesus is alive, and he was born and he ministered, he died, and rose from the dead in Asia. 會議開始了後，初期主教就甲外界來解說，甲外界溝通的唯一方式就是經由西斯廷教堂演堂的演舞設置。新教宗若選舉完成的慶白宴，若經過33輪投票也無得出結果，就以得票相關的2位進行決選。頂一擺方濟各是用2天的時間就當選。公視新聞由派準編譯。 今頭等下過來，咱來關心今仔日的天氣。今日各地台高溫有28度至33度，氣象署是針對台南、高雄、屏東發布高溫特報，愛設置有36度以上的高溫。咱來看雲圖。
这礼拜天气是黏咪落雨，黏咪烧热，昨昏有大雨特报，今仔日是高温特报。那今仔日和明仔拢是较稳定的天气，无落雨的时阵，天气会感觉较湿较热。这礼拜这几天中昼过后，各地头的山区拢有可能会落短暂雷阵雨。也毋过真紧，拜六礼拜时天气会变甲真无稳定，会上大雨。一直等到12后礼拜一，锋面向南边刷了后，刷到巴士海峡，咱台湾各地头的雨才会较停。来关心桃园的中立雨真酸，酸雨情形真严重。环保局长期咧推动空气污染的防治政策，即马已经有明显的效果甲改善。伫桃园有7个监测站内底，雨上酸的中立，即马雨水已经恢复正常。感应器拄着雨水，自动将雨水收集桶打开，佮将收集的雨水进行分析。中立当年受到酸雨之苦，香港是桃园上酸的。环保局长期推动空气污染防治政策，也委托中央大学林良辉教授团队做酸雨监测，累积超过30年的资料，酸雨情形明显改善。从长期的结果看到，硫酸跟离子浓度呢，比起1990年代甚至2000年这个时间呢，我们已经减少超过50%，所以呢，就让我们的雨水变得没那么酸。桃园市有7个雨水监测站，根据监测资料显示，福兴站6.09，龙潭站5.99，桃园站5.82，大园站5.80，新屋站5.67，罗德站5.41，中立站5.37，油湾上悬，数值超过5都不是酸雨啊。酸雨情形较为显著的中立站，也从2018年平均4.93上升至2024年的5.37。高于酸雨定义值的5.0。针对酸雨改善，环保局表示，长期为源头减量进行，特别针对排放硫氧化物的设施推动改善天然气，另外也透过自动启动压水设备降低用建工地在施工的时产生的土粉污染。未来也会继续多管环境政策，佮加强甲4个为管区的跨域合作，形成区域联防机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继续关心花语的糯梨，有人甲合作牛油果，嘛有人叫伊可莱啊。台南的可莱啊，因为在天气温度较低，而且搁咧落雨，调果率是无好。相关单位经过会勘了后，即马认定产量会减25%，已经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所以最近就会公告全台南天然灾害救助的区域。涨去年包偌济？包3000个。即马？今年看你看30个无，你甲算。原本应该满满是的苦来啊，果季节开甲真侪人，农民只好赶紧甲村的较细粒的苦来啊用地啊套条。另外一边的情形搁较严重，人火无济全，也是全拍整，连一粒拢无。台南大内的苦来啊，受到3月低温甲4月落雨的影响，调果率无好。原本每一丛平均有200粒以上，也毋过今年剩20粒，根本是白了工。农民种几10年，毋捌拄过这款情形。早晚温差太大了，还会透早10度，到中昼30几度，整天都是白茫茫，你已经看到白茫茫，收不到2成，1成多。台南种苦来啊的面积大约有680公顷，是全国上济。主要产地有大内、关电、麻豆等所在。最近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产量减少25%。民代针对这款情形，邀请相关单位会勘，因之认为损害程度对25%到30%，已经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发现真正是今年的落雨的受损非常严重了，已经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了吼。我嘛会讲我嘛已经食公文送去农粮署的地方，拢是按去公告的吼。今年苦来啊的灾情对屏东开始，去年这个时阵苦来啊挂价平均每公斤220块，即马已经升到300块。农业部会勘发现，早生种、中生种、慢生种的苦来啊，调果率拢无好，最近就会公告全市纳入天然灾害救助，希望农民的损失会当降到上低。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食药署最近有公布3批对澳洲进口来台湾的冷冻猪肉，在这猪肉内底有验到来去多巴胺。食药署是强调讲，虽然有验到，也毋过这量是无超过标准，所以按照规定拢是会当进口的。民进党的立委是认为讲，民众要买唔买有选择的权利，也毋过国民党的立委是认为，政府若是无要公布这猪肉的流向，民众是哪有法度选择？食药署最近公布连续3批澳洲进口猪肉被检出含有莱克多巴胺，虽然检出数值无超过国内标准，不过依然引起讨论。民进党立委表示，民众有权选择，不过国民党团质疑，若无公布流向，民众要安怎来选择呢？食药署它会进行把关。在安全含量以下的，那就是可以进口。而我们国人事实上是有选择吃什么样猪肉的权利跟义务。我想这个是他们的自由。中央摆烂，连公布来猪的流向都不公布，民众要怎么样有选择权？这些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流入了市场，流入了小吃店，流入了加工食品厂，大家通通都吃下肚了。请问民众的选择权在哪里？有猪农指出，内地老集市场未来可能会互5000只以下的小型饲猪场倒去，尤其是中央每公斤6块来补助进口业者，更较严重影响饲猪业。所有的泛型的产品呢，都在科学分析下呢是可以接受的风险，所以目前也会持续依照我们的食安优先、科学分析、国际标准以及市场稽查几项重要的事项来办理。食药署长姜志光强调，食药署并主动公布业者甲流向，并且检验结果透明报道，所有管理措施拢是伫维护食安优先的前提之下来进行。这饲猪的较细户的，当然咧成本计算之下，当然咧挡袂掉。国民党团呼吁暂缓澳洲猪肉进口，是安民保。再来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交通。来关心受人苦毒死亡的囡仔凯凯这个案，法院昨昏是最后一届开庭，做灵母的大姊有当场回失礼，讲对不起凯凯甲家属。另外，做灵母的小妹，伊的辩护律师是主张伊无罪，因为检方针对2个人，拢要求法院爱判重刑。最后一次审判有什么想要说的吗？细老二母姊妹啊，涉嫌激死查甫囡仔凯凯，专案这次辩论终结后一摆就是一审宣判13公布，也毋过2个人拢表明无愿意到庭填破。无期徒刑，不得假释。最后一摆审理，犹原有人到场为凯凯声援，已经认罪这老财选经常鞠躬回失礼，哪靠哪讲家己毋对，对不起凯凯，对不起家属，对不起社会大众，会承担所有错误，接受所有惩罚。辩护律师团是争取判刑16至18年，也毋过检方求处无期徒刑，更加请国民法官勇敢判落去。刘彩萱想要一肩扛，律师竟然要为刘若琳脱罪，说她是无罪。主张无罪的妹妹刘若琳，最后定时阶段只表示无话要讲。伊的辩护律师团维持无罪答辩策略，也毋过也补充说明，假设洪判有罪，以无共罪名，建议判10年1个月，还是1年6个月，检方是集体求刑18年。家属也有去开庭，应该都有看到他的状况，当然是不好。我觉得他们可能还需要时间。专案审理庭未至开10摆，那是团款凯凯家属。外用精神科医师等人也受连续出庭替凯凯收集台作证，检方也呼吁千万唔通通成细老二母姊妹恶性，若无会辜负凯凯甲其他儿童，民间更加发起呼吁集会声援。我组成的成员呢，我们最开始是8个人，他们也都是各行各业的妈妈。我们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凯凯，因此我们提出我们的诉求，我们活动不会延期。发起人强调，任何外在因素拢未影响这场集会伫初10举行，行动丰富照常进行。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顶个月2日，有一个姓肖的查甫人驾毒赛车启动着学生囡仔的脚踏车队，造成7个学生囡仔轻重伤。警方伫这个嫌犯的车顶有抄到毒品，即马嘛有抓到卖毒的嫌犯。检方即马昨昏是依照驾毒赛车过失伤害罪、毒品罪，甲这2个人起诉，嘛要求法院爱判重刑。
警察超找轿车，伫驾驶座的车门边找到一管，唔知影是啥物水。这个拉开，让他拍一下。警察斟酌甲超，搁伫副驾驶座发现一支电子烟，含一大堆尖动者的器具。这台车是伫彰化鼻头乡中水路弄着学生的自行车队，因为调出这细小的查某人是涉嫌驾毒赛车，警方顺线追查毒品的来源，逮捕涉嫌卖毒的姓陈的查甫人。经过严谨数日的埋伏，在一处出租套房内，成功将该名犯嫌查缉到案。细小的查甫人伫顶个月22载起，赛车电导向启动空桥国际学校寿工校区学生成年礼的自行车队，造成7个人轻重伤。检方透过检验，发现细小的查甫人体内有真侪项毒品反应，包括药内面的甲基安非他命、可待因和安非他命拢超标，莫非阁超标1106倍。会内面有伊托米酯和伊的代谢物的成分。检方查出甲细小和细陈的嫌犯起诉，而且揪处动刑。经检察官以毒驾致重伤、公共危险及过失伤害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0年。毒品来源诚信被告一并起诉，具体求刑12年。检方表示，讲这细小的查甫人对2003年开始，就有真侪摆使用毒品的记录，已经坐监真侪摆，而且是累犯，向法院求处动刑。学校对起诉毒驾是无愿意加做评论，但未来继续替备成年礼的活动。目前我们没有打算要停止啊，我们不会轻易放弃办的活动，因为这活动还蛮重要的。当然这次的经验我们会拿来做之后规划的参考就是了。另外，受伤的学生的部分，学校讲，其中6个人已经回来学校上课，而且安排心理辅导。另外一个伤势较重的细眼的学生，伫4月底，佮完成一场手术了后，即马伊的状况嘛袂歹，各方面拢对好的方向在进展。记者综合报道。也那诈骗的部分，有55个台湾人伫泰国和缅甸边境的诈骗园区做诈骗，涉嫌早期犯罪，赃仔拢互押转来咱台湾。警方表示，内底有25个人，伊本身就有刑案，所以互通缉。也那另外阁有30个人，因到底是互骗出去的，也是主动去做诈骗的，这部分爱阁调查。杜宝特警对大规模戒备，将大批国人为东南亚接回台湾，切切透早到机场了后，马上被带到刑事局。去诈骗园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等下台湾的50个人伫泰缅边境诈骗园区涉嫌做早期的犯罪，警方调查有15个人伫台湾欠下刑hạn，早就被通缉。另外，剩的30人是被骗出国，假做被害者也是自愿做诈骗，还阁等后续调查清楚。即便是有受困的情形，我们会去了解他是人口贩运的被害人情形做鉴别，但是有做不法的活动的部分，我们也会去落实的去做侦办。这摆用带人回来，全是因为缅甸政府在国际压力之下，总算积极打砸，园区陆续放人，不过实际还有偌济国人依然调伫当地，甚至被遣送中国，警方的掌握有难度，敢若相对被动得到救信。台湾的机场有没有成功拦下多少人？拦到的大概目前行情就给我知道拦到个8、9位被告，都个别的，但是不收少哈，不团的无啦。面对跨境诈欺的问题，因为台湾的国际关系甲各国的司法合作逐步艰难困境，除了继续强化非官方的执法合作，警方也在机场查查。今年到4月，动来被害者将近10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大罢免的第2阶段联署特别结束啊！罢免国民党立委罗志强的公民团体伫昨昏已经送件，宣布讲因收到36000张联署书，联署率有156%。也那这个罢免案敢有法度伫同一天投票？中选会表示，再看成案的时间再当做决定。替一箱一箱的联署书清雨伞，避免落雨淡去。国民团体发起罢免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初次送件2阶段的联署书，宣布收到36398份联署书，达到底限的156%。民团表示，大安区是深蓝选区，有这款的联署数量，反映大安区是唔茫改变，会继续突破罗志强的虚假人设。我们想要正式进到国民党就是说，
不要以为就是铁板深蓝这一块地方呢是不会动的哈。我们在这次运动的过程当中上来讲哈，看到了就所谓传统的知识蓝、经济蓝在大安区这个地方上来讲呢，他们不愿意什么再被现在的国民党支流代言。尊重霸团的公民权利，谢谢。罗定强批评这场无差别，各部分黑白的大罢免，呼吁民众投下无同意罢免，也启动大安100港、马上街宣讲。捍卫民主，大罢免理解联署政治威胁，对罢免案敢会当2港1日投票？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初七表示，爱看成案时间才决定，有立委观察，办理罢免投票爱开偌济经费。一个案子，我们如果是抓1700-800万。中选会的年度预算没有办法去预料，是不是从行政院的第2月预备金来？所以一定要申请行政院来动支第2预备。好，那针对国民党、民众党提出反戒严、反废死的公投案，有意将公投案罢免案，李进勇表示，今年公投日定伫8月23，不过罢免案的成立无法度有了。虽然法律没有规定说可以合并，但是有没有可能合并在一起？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做逆料。另外，罢免理解联署送件传出用笑查核的证据。李进勇强调，中选会有查核的检讨标准，强调用笑娘是误传，也是有意散布的错误假信息。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票最近直起，总统赖清德和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拢已经有出来发话，嘛启动专案，要来掠短期差汇率。昨昏台票收盘收伫30.295，已经是连续2天拢有落。专家是认为讲，台票和日票甲韩元比起来，其实是起无济。新台币汇率经过2天急升局面，初6、初7渐渐有行较早，初6收盘是30块2角8，初7开伫30块2角6。经过几天无稳定了后，收盘是30块2角9分5。新台币贬值1角5分，连续2天贬值有9条3厘头。像日元跟欧元啊，他们其实在这一波从川普当选到现在，他们的这个升值的幅度大概都来到10多% 啊。对美元的升值，我们是比较慢。甲亚洲邻近国家比，日票对美金第2月初就对154块，一路升到5月初145块。也若今年以来，更加有8.21%的起伏，要韩票对美金也对1458块起到1435块。今年以来升幅达到6.4%。专家分析，新台币强势更加是川普上任了后的延迟表现，因为已经伫32块、33块有停一段时间啦。最近是关税政策影响外资的钱汇入来台湾股市，加上大众惊吓的心理，换外币相残影响。秃鹰通常都是看一个国家的货币过度高估，然后去空你。他会查大笔的，就是比较大笔换汇。央行启动专案，金融检查要来抓这个差外汇，包含承做外资出入股市的不管银行，也对着办理出口商远期外汇避险的公家银行，会对银行进行全面实地查核。另外，伫这波受重伤的寿险的业者，根据了解，是向金管会提出暂行的做法，亲像找外汇准备金甲调整汇率计算方式。做账的关系所以立刻不会反映出来了。可是等到月底或者是半年的时候，账上必须要反映出来实际的状况。用准备金这件事情，目前是这样讲啦。可是等到时候的时候，我想重启是难免的啦。金管会保险局也证实，已经约谈过来6间寿险公司，包含国泰、富邦、南山、新光、人寿等，确定清偿能力拢达到标准，无风暴疑问。暂时无提出监理管用措施需求，这代表初步是回稳。金管会是暂时无叮当，外界是继续的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搁一个所在伫烧战啊，这是印度军方伫昨昏发射飞弹去攻击巴基斯坦，和属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这个所在，上无有造成26个人死亡，46个人受伤。巴基斯坦的军方随反击，甲5架印度的战斗机甲1架无人机拍落来，而且搁掠着几个印度的阿兵哥。双方即马伫控制线烧战。因若属于印度的克什米尔这个所在，嘛有造成10个人死亡，32个人受伤。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北部领空即马拢已经关起来啊，即马造成南亚的航空大受影响。巴苏克什米尔首府穆扎法拉巴德的居民，当地时间初7透早2点30分左右，
互联线步道声音架起来，随即听到清真寺铁路广播命令，大批民众在黑暗当中去安全地点。过程当中，阁有飞弹来，引起真大惊吓甲混乱，有数十人受伤，被送去10公里远的病院治疗。同一时间，印度军方是伫 X 官方教区宣布进行大号叫做“辛多尔行动”的攻击，也讲这是慎重正义。उसके बाद हुकूमत राजी लोगों में फिर सब लोगों को उठाया गया कि एरिया खाली किया जाए। अच्छा, तो ये इंडिया की तरफ से जो है फायरिंग हो रही है, ये हालात हैं। 巴苏克什米亚甲巴基斯坦境内总共有9个地点遭到飞弹攻击，其中包含人口上侪大省旁遮普的2个都市。印度军方指，因锁定的目标是恐怖分子地点，无攻击老百姓经济或者是军事目标。不过遭到巴基斯坦反驳，指责有清真寺甲平地遭到拍掉，阁有囡仔死亡。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讲，这件是战争行为。国防部长阿西夫向媒体表示，已經展開報復，真緊就會算總效。佢指出，印度總理莫迪發動這個攻擊，是為鞏固伊國內支持率。दुश्मन के इस बुज़दिलाना, बिला इश्तियाल, बिला जवाज़ हमले का भरपूर जवाब अफ़वाज पाकिस्तान पाकिस्तानी कौम की हमायत से दे रही हैं और देती रहेंगी। 印巴控制线出现猛烈的枪炮交火，包括国防部长讲，拍落5架印度战斗机、1架无人机，掠到几名印度士兵。印苏克什米亚首府斯里纳加高区的学校建筑，互一架不明的无人机落入去，引起大火。巴基斯坦宣布旁遮普进入紧急状态，学校全部停课，各关全国领空48点钟。印度北部省份甲印苏克什米亚也将领空关起来，造成南亚地区的航空交通大乱。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印度甲巴基斯坦两国即马当地紧张咧相战，巴基斯坦嘛宣布甲主要城市的领空要关48点钟，这是造成国际上飞轮机帮中乱去，不少台湾和欧洲来回的飞轮机帮拢有受影响。也根据桃园机场的统计，但国内的航空公司上无有10班飞轮机帮取消满分，无就是换别个所在降落。伫印度甲巴基斯坦两国边界唯一有道路相连的地点国角边境哨站，游玩举行贵宾换班仪式，不过大门煞因为两个冲突关掉掉。我们现在在巴基斯坦，其实现在或许心情有点紧张，但是我相信是安全的。来自当地旅行业者特别报平安，表示巴基斯坦外交单位已经通知旅行社，因为军事基地和印度攻击，未当过往南去苏克尔。包括宣布全面关掉领空48点钟，也造成欧亚航线大乱。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飞过，他们领空往亚洲的方向继续前进。那原定的计划是从维也纳经由曼谷飞回台北。那现在我们目前就是往回去了。那欧洲回台的旅客受影响，要为台湾去阿姆斯特丹的台湾人也被迫临时踮伫曼谷，唔知要安怎。大概飞行了大概将近7个多钟头以后，然后自己发现的，看那个 GPS 的图，他回头了，快接近泰国的时候，机长才宣布是因为印巴冲突的关系，所以飞机决定返程。但是那时候已经返程很久了，到现在其实也没有人告诉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因为我们现在所有人你可以看到都在空桥上面。目前中型华航至少有10个航班受影响，要启动应变作业。专家表示，除了紧密联系航空公司后手安排，保险理赔恐惊也要特别注意。旅行不便险的部分来讲，不一定每一家的保单针对战争行为，他会给理赔。如果说你是那种刷卡赠送的，算是很阳春的，你可能就不会有。那如果说你是跟的是旅行团，那旅行团他们会做相关的一个妥适的一个处理，那个旅行团的部分就会回归到旅行契约书。交通部观光署表示，初步了解，并无接到旅行社通报有团体伫印巴地区受影响，会继续密切注意。目前印巴附近巴基斯坦地区已经列为第3级，经济旅游警示考虑社边局势，第期并无任何现象。外交部建议民众暂时莫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
洛西亚和乌克兰的和平协议一直拢无进度。美国的副总统范斯讲，伊认为洛西亚是想要结束这场战争的，也毋嘛批评洛西亚即马是伫头讨东讨西。美国希望两边会当好好坐落来讲，总共两国无要坐落来谈判，美国想要做中人来调解这个问题，恐怕是阿婆生囝真拼。来关心印尼有一只在建筑材料的沙石车咧落架时，启动着一只细只的巴士，巴士顶头11个幼稚园的老师全部拢不幸过往。当时因是准备要做伙去参加一场告别式。继续关心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伫昨昏伊是表示，总统热情地对在野党即马的作为，就是希特勒咧做的代志。德国在台协会昨暗随伫社群媒体顶悬呼吁国民党唔通做出失极的比喻，安尼是欠缺历史的敏感度。镜头转来咱国来关心台南的柳营科技工业区内底一间工厂，伫昨下晡发生起爆意外，工厂内底设备全部拢互爆甲乱七八糟，30个工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有赶紧走出来有疏开，加载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工厂内面的设备乱糟糟，铁管、铁架啊，拢整甲歪去，规涂骹拢是碎玻璃。台南柳营科技园区内面的应用材料工厂，昨下昼4点多发生起爆的意外，火工厂内面30位员工拢家己走菜，无人伤亡。我们现在进入2楼的爆炸的地点进行查看。厂区内面乱糟糟，就知影迄当阵威力偌大。消防人员带着员工去2楼的顶楼导疗区看，初步判断敢若是2楼所藏相关化学物料到1楼顶楼反应区的过程发生剧烈的反应。压力即间无法度消透，就经过管线搁传登去2楼，才会发生气体爆炸。刚爆炸的是这一边嘛？好。虽然厂区内面真侪设备拢正甲东倒西歪，不过正好加在无员工受伤。现场损害面积差不多100平方公尺，消防人员甲厂商评估做落来应该无危险性。现场由防火线开始调查原因，并且修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婚林馆针对粪扫的分类和盘的回收是做甲真严格，拢会甲粪扫袋仔拆开来检查。若伫1个月初3，婚林斗南就有一个清洁队员，伊好心提醒民众讲爱做好分类，要不对方煞洗性地甲破喷，搁起骹动手。警方即马已经甲即个民众移送法办。5月初3的报5点外，伫咧婚林斗南一位姓陈的清洁队员，当咧向80外岁姓赖的民众宣导，希望伊将粪扫袋仔内底衫裤摕出来回收，好好啊做分类。也毋过，这位姓赖的查甫人却是雄雄将手里的喷泼向清洁队员，佮用桶仔甲人牵着伤。算你一天一定有甲讲啊。第二天搁安尼，伊怎迄喷就破来，过来搁用喷桶仔牵头甲。连阮队员吼一定有。提告啊，我拢予以尊重。斗南镇公所表示，因应婚林县内6轻焚化炉的粪扫处理标准，环保局有更较严格要求各乡镇的粪扫分类。今年斗南就有5座粪扫车因为无合格，互人摕回来，而且会加强宣导爱分类回收，想袂到煞来发生攻击的事件。被害人已经受理完笔录了，那之后会通知涉嫌人来，请让他到案说明，然后依法函送侦办。目前被退运了有12个乡镇，那退运了有1500公吨95的一个运次，那我想我为了我们云林县的一个环境更好，那所以我们请公所的部分自主的来做落地的一个检查。婚林县环保局表示，因为县内有委托6轻南亚焚化炉来倒烧粪扫，为着要预防焚化炉的设备故障或者是使用年限缩短，才会要求各乡镇爱自主落实粪扫分类。因为警方是表示讲，这桩攻击的事件会依照妨害公务甲伤害等等的罪嫌调查上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总经费超过880亿高雄国际机场新航厦，即马头一期要起立体停车场，这部分伫昨昏动工啊。规划超过2300个汽车和奥多拜的停车位。交通部长陈世凯是表示，希望机场航厦整建计划起好了后，会当予愈来愈侪旅客和货物流到高雄。开工顺利！高
高雄国际机场新航下第一期的东平立体停车场总经费19亿外，地面5层楼，地下1层楼。等待明年7月份完工了后，就会当提供2000多几个汽机车停车格。大家看到的虽然是一个停车场，但其实不是一个停车场。我们希望在2032年之前完成我们第一期的航厦，我们让现在的运量能够提升到800万以上。新的停车场会当改善高雄机场的停车问题，不过针对最近高雄机场开放规排班计程车、空车进入机场的消息，民航局表示，目前敢开放空车入来，载客部分也是需要做研究。高雄的立委是表示，因为高雄机场逐礼拜航班运量已经恢复到疫情进前的状况，有民众反映排班计程车无够用，立委也希望民航局会当有条件来开放其他计程车加入载客。我们检讨以后，我们觉得高雄机场也应该参照其他机场一样，就把这个空计程车禁止进入的这个牌面拿掉，那这代表说空计程车可以通过。好，那至于载客的部分，就依现行规定办理。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嘛。啊，法照真的法就是袂使，无啥物变通袂使。啊，所以你讲实在，就讲要安怎讲啊？为着要互人客，我都坐着客人车，总是想一寡变通的方法嘛。啊，所以我讲的就是有为主甲维护。高雄国际机场表示，目前排班计程车有300台，逐工有来机场排班的量，11点进前的离峰时段大约有60台，尖峰时段平均有100到150台之间。立委强调，在咧无损害排班计程车的权益之下，要安怎来给旅客有更加利便的交通接送服务？交通局应该爱好好研究思考。记者柯家族副朝向高雄场报道。这项建设中央是要投资880亿去高雄国际机场，也毋过高雄机场长期以来拢有宵禁，所以高雄市长和立委嘛发声讲，希望高雄会当另外搁起一个24点钟的国际机场，来应应未来南部的产业和货运的需求。兔头代表正式动工，高雄国际机场设置举行，东边立体停车场动工典礼，交通部长陈世凯加几啊位民代路人宣布高雄机场新航站计划进入一个勘站。中央有计投入880亿，分2期建设，年容量1650万人次的集中式大航站，来增加客运甲货运量。中央提出扩建计划，不过民代甲地方政府也有无同的想法。有一个24小时的新机场，那高雄整体的不管是经济的量能发展、观光的量能发展，都能够快速的前进。台湾未来航空货运甲咱南部整个的发展，这一定要一个24小时的机场。为着避免噪音扰民，位伫市区的高雄机场，晚上12点到透早6点半宵禁，造成货机起降加航点套电长期受限。随着近半年半导体等产业陆续进驻南部，市府甲民代阁提起南京计划区兴建新机场议题，满足未来南部产业甲货运需求。看对经济有没有帮助吧。目前的量好像不需要用到2，但是如果真的是你说营运上的部分，确实是有可能。民众含伫两难，学者认为高雄机场为了量目前也会当经营，因过以城市长期发展来看，确实会当提早做规划。比如南新市能够形成一个类似像日本大阪这种关西空港的这样规模的话，那当然未来小港本身机场这一块也可以释出啦。地方继续向中央发声起新机场，学者也提醒，新机场为规划甲兴建恐惊爱10几年，甲真大经费，市府爱针对少钱负担交通相关配套等做全部的考量，才会当避免公共建设的中户投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中华。中华万安宫这个所在，即间庙的庙婆唔是台湾人，伊是对地理过来台湾的新妇，伊号做罗美蒂。即马后边安湖用台语收惊，伊逐项拢会晓。因为伊的翁婿较早过往，所以罗美蒂一个人担起饲囝的责任。今年嘛，摕到乡内模范母亲的肯定。真熟手咧后八卦胡令，甚至改签诗、收件，逐项拢会晓。这位为弟弟过来台湾大城乡的罗美蒂，是当地信仰中心万安宫的庙婆。伊因为翁婿关系接合庙婆的工课，请头来到这，听无台语是上大问题。咱庄仔头有一个去行远洋的，去到熟悉到咱的美姿小姐，啊，带转来。咱宫里愈啊，接未到讲啊，前几年啊无去，啊无去。
来才换到咱的美字。老人都说你使讲国语哦，要讲台语哦，我们听不懂。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很难过，大家都讲话，我听不懂。快点是嘛，赶快来听不懂啊！嘛是我听，我要写，更比较乖，小孩子比较乖。罗美娣表示，英国庙埕足热闹，大人泡茶，囡仔佚佗，这人拢讲台语，伊嘛发觉闹听无话，问囡仔人学台语是上紧的。罗美娣过来台湾了后，红赛早就过往，伊一个人担起饲囝的责任，今年嘛得到乡内模范母亲的肯定。很辛苦哦，甲这两个囡仔哦，饲拢长大。今年咱经过咱村长的推荐，并获选咱大城乡114年的模范母亲。在台湾36年左右没有实现戏完的时候没有关系，然后说我要等你们的，你又带一带，还有很快生小孩子哦。我想要快阿嬷嘛是要等，不知道多久。但是在台湾我很喜欢啊。罗美娣伫台湾生活30多冬，已经介意台湾的人情味，嘛真欢喜今年摕到模范母亲的肯定。但是罗美娣嘛真挂念伫智利的亲人，望日后有机会加转去智利，因为台湾甲智利拢是因岛。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继续来看配合文化部培育台语家庭的计划，新竹市本土语推广协会和新竹的文化局对顶个月开始就小连续举办几若的台语活动，嘛特别带囡仔来体验大自然，邀请老师来教大家 DIY 来种青池、做青池球，哪算哪学台语。用台语小解食物的特性，利用水草、沙啊这些材料，大家 DIY 做出青池球盆栽，这是即马真实件的食物。透过艺术创作结合生活经验，带囡仔做伙体验，学生也学台语。因为趣味啊，所以囡仔就想要学啊，系啊。啊，伊转去拢会甲你讲台语。对啊，而且因有这种手作活动，安尼，阮某仔囝就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回忆。袂晓讲台语，足拍算的啊。就是咱厝里大家拢讲华语啊，所以来遮看会用较侪机会会用讲台语。用迄个水草，搁有麻绳，搁有植物来做伙牵一个球共款的伊个造型啊。即摆做的青池球这款物件，台语应该安怎讲？台语老师讲，其实台语也未有统一的讲法，其实还有其他足侪用词也共款。真侪新时代的物件，新的思维，拢需要大家加讲、加讨论，透过物件的特征，讲出互大家会当理解的意思，甲台语的技术、新词也会当对着时代。比如讲，前几冬就流行囡仔咧骑迄种卡背车，就是咱讲的滑步车。我感觉伊的名就好啊，就好，因为伊就是用卡然后安尼爬咧嘛，所以伊家号做卡背车，伊是好到足到达。然后比如讲双麒麟，嘛有人家合作光雷啊冰，就是属伊的外形，亲像光雷啊风安尼。啊，只要有人开始讲，其他人就对咧讲。对，我感觉是创新事是一个足好的代志。透过趣味的台语活动，台语老师嘛带大家人物生活中才看到的事物，台语安怎讲，也是现语言生活化，互咱的母语更较活跳，更较有生命力。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今年是艺术家陈定波130年的生辰，台湾历史博物馆有举办特展。这届特展跳脱英国以118比种的角度出发，这摆是对家庭出发，嘛展览100多件作品，内底嘛包括头一届公开陈定波的手绘集。这摆呈现一家5口5个人的日常生活。这摆是1931年由艺术家陈定波所画《我的家庭》。今年是陈定波诞生130周。台湾历史博物馆结合陈定波文化基金会等单位办写新故事的特展，即回用家庭的角度切入，展现真侪过去罕见的文物。其中我们头摆公开陈定波微照的玻璃底片，佮完整展出伊12封手绘机，看出伊一句一句写出对亲人的关心。那是为张杰、陈澄波、跟陈家人的这个守护的这个故事哈，那从他们的各种文物里面来呈现一个时代的风景。阵伊陈定波先生过身去吼，整理伊的遗物的时阵，则伫咧伊的房间的壁顶的一个坑吼，一个相坑内底，本来要遐角的吼，要干掉的物件，去找到讲，内底原来佫有底片甲相片。
这摆展览伊由4到星分成6大主题，无论是陈天宝自画像内底看到伊对艺术的热情，也是伊参家庭的情感。这回官方佫展出因宝张这所收藏的文物，佫伫展场打造迄当时因厝一层楼悬半楼的模样，重现迄阵张这收藏陈天宝物件的所在。官方希望少年人会使行入展场，用家己的眼光来看历史，嘛产生自我的思考。我阿嬷张杰，她藏画，就是其实她藏的不只是画哈，她收藏的地方那个不到10平地的地方，居然可以藏上万件的作品跟文物。拥挤的空间，它可以避免虫害，它可以避免漏水，它可以避免常年的情绪不安。这摆展览展出110件作品，官方讲，这摆展览唔单是纪念过去的受难，嘛希望用当代甲未来角度来理解这个家族的故事，嘛期待观众对历史有兴趣。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即马 AI 当时行 ，AI 啥物工课拢会当处理。未来呢，含 AI 做同事嘛无稀奇，因为即马伫丹麦就有一间美律公司，伊请5个 AI 员工，这5个 AI 员工会晓分析市场，会当设计产品，而且会当提升工作效率。We have Kondikai, who's a brand specialist. We have Athena, who's a market researcher. We have Prometheus, who has all our sales data. We have Müller, who is our beer sommelier and food pairing specialist. And we have Ella, who is our on-trade specialist. 总监介绍的5个新员工，各具专门的所在，特别是因全自动型上班，而且无占空间，敢若需要电脑甲电源。原来因是 AI 虚拟员工，虽然本质依然是 AI 工具，毋过有名、有面容，也有电子邮件地址，也可每日换造型服装，再改变互真人同事，更较欢喜甲这 AI 进行互动甲协作，大大提高工作效率。To create this hybrid workforce where technology and AI blend in with our real colleagues. So we looked at how our employees interacted with the AI tools, and we saw that they start giving them names. And when we put on a picture on the AI agent, the use and the engagement went up ×4. 负责数据收集甲分析约根森每自动甲 AI 同事安心娜密切共事，因透过 TM 即时通讯服务对话，安心娜协助伊归纳外部电邮的资料，查看数据分析结果甲市场概况。约根森打算未来邀请安心娜到店参加会议，进行即时的工作回馈。Before there was a lot of emails coming in, and we have to look up old reports and do a lot of working, connecting things and so on. We have definitely moved to more agility, more speed, and also we can work on the stuff that really makes a big deal. 真侪数据拢显示，甲 AI 合作因提高员工的生产力。根据提供 AI 解法的组织 NeoPlus 一项研究指出，第一个客服务甲整理小文件，也有定时开发，用生成式 AI 工具的员工，伫完成任务效率平均提高66%。啊，不过 AI 毋是万能，处理工作细节时阵，依然爱谨慎，确保结果的准确性甲实用性。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天气报你知，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有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外岛19度至29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